察局啊，然后他去警察局，本来以为说很快就回来，所以他没有把这一个店门关下来。那结果就这样去处理了2个多小时。那当他在警察局的时候哦，他的手机就一直响，因为在大陆就是用手机然后付费嘛，哦，他当时在警察局就一直在收钱啊，他心里面觉得很奇怪。结果呢，一回到店里面哦，刚刚我们看到那影片，有的人自己在拉面，有的人自己在下面，有的人就自己在那边吃，然后付钱哦，非常的大家自动自发，然后大家也都非常的诚实。为什么？因为这个老板他的一个为人处事，让人家非常的佩服嘛。刚刚有讲哦，他对那一些清洁工啊、老人啊、小孩啊，他常常一碗面他只收个3块5块甚至对有需要的人，他免费都没关系我们说都是做功德的啦，开店真的就是为了做功德，为赚钱啦那相对的，其他的一个客人啊，也每次在付钱的时候就会多付一点，让他就是去帮助那一些有需要的人所以就是因为这老板他的一个内心，他有这一个善心，他有这一个慈悲嘛，他有这一个好的品质嘛、品格，所以